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要来看涂骹有啥物味道？老师，你若去人兜诶时吼，有看过涂骹顶悬拢会写字诶，有即种诶无哈？伫涂骹顶吼，你真少看着知影讲吼，入去即个人诶厝，就知影讲即个坎里有共款诶无安尼，共款信用诶人无？日本人若入去厝里，拢看有迄个啥物十字架对无？基督是阮兜诶主。对，但是迄阵诶人袂使呢，迄个罗马时代对无？罗马时代诶人袂使黑白挂这对无？袂使互知影会去互掠去吼。咱迄个你看我诶后壁吼，是要来遮唱歌诶吼，所以咱今仔日会讲到足水诶所在，足特别诶所在，还有一个有钱人诶厝吼，咱要来看即个有钱人诶厝。涂骹有啥物密码？拢是真水诶吼，佮用马赛克画甲做好看。是，而且佮有一个密码秘密。咱足久以前，有讲过一个所在，即个维纳斯伊出世诶所在吼，不是，会边啊，但是即张地图拄仔炸着诶所在。对，就是即个所在，维纳斯伫遮。对。咱今仔要讲诶，即个毋是，即个是塞浦路斯诶隔壁，其实是共一块岛啦吼。即块地是塞浦路斯为一块小地，即个是英国人保留诶军事基地啦。即块地是英国人诶哦。系啊，观众朋友应该会记得无？咱即个塞浦路斯分做4个国家，所以这是一个英国人吼，一块细细诶地，即块地全部拢是古迹对无？即阵已经无。是迄个库里翁啦，咱迄个红遐吼，迄个范围就是咱今仔日要讲诶库里翁即个所在。即个就是即个有钱人住诶哦。你看即个看起来咱像破破诶所在。破破顶悬是用即个物件甲伊炸咧，甲袂从日头是落雨，甲袂甲伊用歹。较有足水诶马赛克。是，就是迄阵吼是有钱人起诶哦。即个人诶名叫做长，叫做尤斯托利奥斯，但是你直接读个尤斯托利奥斯，较简单啊，用尤斯托利奥斯较困难。中文真歹翻就对啊吼。所以咱来看即个有钱人为虾米伊会去起即顶厝吼，即栋啥物豪宅就对啊。伊是啥物400栋放做第365年，第当诶时的又倒落，后来的变做游泳池，是足早的已经起啊。伊应该是地动了去转去起诶吼。这可能有几种讲法啦吼。地动了伊无讲即个嫌即个所在无好，伊就转去伊诶家乡吼，转去伊诶故乡来起即间豪宅就对。后来伊搁去用转做百货公司啊吼。以前迄个伫这泡澡，咱想诶是拢伫遮讲代志对无？含即阵诶咖啡厅有一点仔像吼，百货公司咖啡厅，逐个来遮泡澡即类诶吼。即个是伊为伊即个路啊吼，要去库里翁诶路对无？对，英国诶基地啦。但是咱今日要讲诶即个地吼，你会当看出讲，迄间厝内底诶马赛克，拢甲古早个无共。咱较早看诶拢是希腊诶神话啦，罗马诶神，就是神诶话吼，像海神是虾米人，太阳神虾米人吼，拢画诶。即摆开始有足侪基督教诶脚印伫遮。是安尼。你看图就知影，迄是基督教较有诶。
是，所以咱等下会当斟酌看哦，看你会当看到倒一个是基督教的迄个无吼？咱先来看一个而且即个伫要入去异地的迄个门口，就有一个牌，就涂骹的马赛克，就写字讲愿你行入去平安美满的中间，就是讲愿上帝祝福互你啊，甲迄个共款的意思。对哦，这袂歹呢吼。迄个你为这吼，着想迄咱的朋友来甲咱讲你好安尼啊吼。咱入去人的兜的时，外口拢会插一块迄个叫做欢迎光临对，欢迎来阮兜啊。伊这欢迎袂歹呢吼，佮祝福你。欢迎方法欢迎你愿你行入去真美满的中间即个行入去一间厝真美满，真有福气。是行入来就有福气哦，而且伊阁有写即个字，啥物意思？即个马赛克就是讲瓦克，毋是瓦克，讲即间大厅毋是瓦克坚固的地基啦，毋是瓦克东墙铁壁拢毋是啦。你看，已经将家己威慑伫基督的盾牌中，就是讲你看有基督保护即间厝，伊毋是瓦克地基，毋是瓦克铜铁，是瓦克基督。所以咱知影讲基督教已经侵入伫遮。是，而且迄阵是罗马时代吼，伊会当讲，就是直接甲迄个政府讲，毋是你保护我哦，是上帝你保护我，对无？这个是转变咯，咱知影遮个时代咧转变，因为塞浦路斯是所有传教的开始。你看保罗、巴拿巴拢来，阁有列撒罗。拢总来，迄是拢耶稣的时代就来啊。是，所以保罗伊有经过即个岛吼，咱会要讲伊应该来遮，因为这足侪人伫遮聚集对无？伊应该来遮传福音啊吼。咱会要一个吼，咱来看伊的涂骹吼有鱼啊吼，为虾米？有鱼啊。对，为虾米画鱼啊？就是咧讲上帝基督，即本基督徒吼讲，有足侪人伫迄车后壁搭一粒鱼啊，对无？我之前拢毋知啥物意思哦，原来伊的鱼啊，就是希腊文对无？希腊文嘿。希腊文缩写的对啊，伊的鱼啊拄仔开头吼，即几个字吼，我袂晓读啊吼，但是这第一个字就是耶稣。耶稣第二字就是基督，第三字个上帝，第四字就是囝救主。鱼啊，迄个希腊字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囝，就是救主，安尼全部的缩写，所以拢画一尾鱼啊来代表基督徒。所以以前袂使讲，我遮你是教会，但是你伫外口画一个鱼啊，人就知影讲，遮有基督徒伫遮聚集啦吼。这是一个秘密，公开的秘密，安尼知影吼。这真正有厉害吼。所以伊阁有一个这什物三个姊妹啊，小。对啊，像遮个字伊写意思是讲。即个厅即间厝是对谦卑来谨慎来顺探三个姊妹守护，就是讲基督教的三个德行，美德有好的德行，这三款就是谦卑，个谨慎，个有就是顺探。是顺探上帝的旨意啦，你做代志爱真细致啦，毋通安尼真好做，爱谦卑来做人这三个姊妹做即间大厅的顾个人。观众朋友若有即几集有对咱走的人，拢知影咱拢咧讲啥物
系列的神，系列的神的话，因做侪神对无？念咪迄个爱神，念咪什么，因有12个奥林帕斯有12个神。吼，是，到即文的是真正足特别的吼，即文已经无咧讲遐个神，伊讲的是3个姊妹啊，这姊妹啊是就是圣经的一款道理吼。是，所以咱知影讲福音已经伫即个内面吼，即个所在已经有开始吼，所以是咱是讲是早期的基督教。伫遮，伫即个有钱人诶所在开始诶吼，咱观众朋友有钱人无？去一间，咱会当做伙来遐泡澡的呢，做伙来遐洗浴，开讲上帝安尼袂歹咧吼。所以你看即阵是足侪人伫遮围观。原底是私人诶一间厝，后来就改变成做一地。是，足侪人伫遮看吼，听讲后来是因为什物人来甲伊破坏了，就无啊吼，无去啊啦吼，就是阿拉伯啊，阿拉伯最后来侵入即个所在，就拢创毁无去啊。安尼真无彩吼，但是科学在即个文化，即个什物涂骹古迹啦，涂骹个留咧啊。佫留咧，所以咱佫会当知影讲，早期有遮尔好诶，你看这。即个玉帝吼，你看着玉帝，咱拢看袂着下骹，啊，即间吼拄仔看会着下骹，迄一支一支条啊吼，足实地地，啊，顶悬还佫嵌一块板，啊，那即个就是玉帝诶标准诶设备啦。伊伫外口咧烧迄个火炭吼，烧柴，啊，迄个热气就流入来。啊，流入来吼，另外伊迄条啊，一支一支嘛吼，啊，顶悬佫有一块板嵌诶，安尼热起来是毋是涂骹拢烧诶，啊壁嘛烧诶，啊全部规间拢是作烧诶，这是玉帝啊。是，这厉害，所以你冬天诶时行伫遮拢袂寒吼。看即阵欧洲诶涂骹做成诶吼，拢有地暖，对无？迄较寒诶国家吼。伊热气就对下骹安尼流通，所以规间拢作烧诶。你安尼我就想着咱迄个维也纳吼，你知影维也纳诶迄个博物馆之前哈布斯堡王朝，因伫迄墙壁有无？因毋是弄迄暖炉吼，伊嘛是用因有暖炉对。用即个道理，就是一间烧爱来规个厝拢烧诶吼，来迄个什物中啊吼，可能中有一个空隙。因是用热气、蒸汽啦，咱咧讲蒸汽浴吼，即摆就是即款诶意思。讲了就想要去遐泡一个吼，就是咧，啊，即个佫较水，即个起足早哦，即个是伫主前吼，耶稣进前时代200去啊，迄阵讲会当有3500个观众，啊，你若徛伫中遐唱歌，啊，你坐伫每一个所在，听着声拢变大声。厉害厉害，即去了足水诶呢，你会当看觅，即阵敢有即种遮尔水诶所在吼，有海，观众佫会当看地中海。嘿啊，这有厉害，即阵敢佫有咧表演。即阵佫有佫是有咧表演哦。咱有机会吼，观众朋友有人去过无吼？甲咱讲一下吼。即个所在真正有水。你看顶悬诶顶，舞台顶拢会佫插伫遐，都是平常时，佫是大型诶音乐会，佫是有来伫遮表演。安尼有机会真正会去看，所以你看伊是主前200冬就起安尼吼。后来是佫改佫较好诶，扩建了对啊。伫后200冬佫扩建。
拄好老师去遐有翕到即个西海诶罗马剧场。是，就是面啊，伊诶面是观众诶面是海，所以一面吹海诶凉风，啊一面暗时吹海风外凉诶，啊一面佫会当听演戏啦，还是讲音乐个，真好势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即阵徛诶所在，就是舞台吼，你伫遐表演，足侪人看你表演诶哦，袂歹袂歹。啊，即个佫足大诶吼，即个全部拢遗址对无？即个遗址真快啦，真快，然后伊迄一项有说明嘛，有角斗士之家，佮有圣徒诶大教堂。迄个第四啦，黄色诶遐就是大教堂啦。阿哥拉就是古罗马诶一款市集，就是讲因诶菜市啊，还是讲因诶大卖场。你会当想到讲遮以前应该是做劳力啦吼。这个是咱拄则有讲过鸟仔哦。基督教佫有一种是鸟仔吼，因认为鸟仔是一个和平啊吼，会飞对无？圣灵降临的一只分教代表。是，所以因即个吼是毋是真正诶因诶什物希腊神话啊，无过是有一寡神啊。本来进前是你洗浴诶时吼，拢爱互神管对无？即阵毋免海神啊。对对对，即阵吼要洗浴诶时吼，会当互基督诶上帝听吼包围着对安尼，真厉害。所以就是咱有拄则讲诶，鸟啊、鱼啊，吼顶悬就一只鱼啊，伫遮吼。这个信仰诶改变对德信教啊，慢慢变做基督教。是，所以就是一个过程吼，真厉害。咱看圣经书道其实有讲到一段尔吼。13章5到6节讲，伫撒列米传上帝道理伫犹太人遮会堂，也有约翰做因诶帮手，行过通海树到巴弗。这说明讲，巴拿巴甲保罗两个伫即个岛屿行过每一个山顶啊，平海边，因拢有去，传福音。所以因诶传录音是足成功诶。你看遮尔早的已经甲规个岛拢安尼全部换过来。是哦。对迄个德行诶信仰，变成独一诶耶和华诶信仰。所以因诶传录音一定是做认真诶啦。嘿啊，你看徛伫迄个所在，规千人来听。是无讲一个话道理，几千人听吼，几千人信主，这真用心迄个传道理，所以即个岛转变足紧。所以有人讲吼，有可能即个就是迄阵吼传福音诶重点所在。但圣经记载是敢若撒拉米嘛，甲迄个帕夫。圣经即两点记载上帝这。是，圣经是无写着这啦吼。有可能旁经还是次经吼，还是讲咱咧药讲。想着知影伊到底是爱有经过遮诶啦。因为遮诶人足济吼，叫足济有钱人拢伫遮，所以你若要做啥物生理，啥物拢会经过遮吼。所以咱会当看着为涂骹看着遮诶信仰吼，非常水诶一个所在。这是老师后壁诶饭店是毋是啊？饭店诶，阮仔是伫海边啦，拢清理甲袂歹吼。你看，你若去塞浦路斯南边吼，会叫做下港是毋是？会说，咱前礼拜有讲。会说。
啊，顶射到咱边。嘿，是，所以佫会记咧，袂记诶不要紧，佫转去看顶礼拜诶广告吼，顶礼拜咱诶直播啊吼，即阵要来看一张吼，我叫电脑帮咱画哦，咱拄则有一点仔时间吼，乱吼，会当看下，迄个上早诶起诶是剧场对无吼？啊来保罗巴拉巴来到遮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是啊，地动了后咧，我生地动365年。是，但是即个有钱人伊就来去即个所在吼，啊来到最后改做即个做好诶吼，公家用诶一地啦。是。另外加一支条啊，一支条啊，迄就是顶悬那个看石板啊，热气恁下骹咧流通。是，所以就是讲，逐个有钱人，伊若会当甲恁兜改做即个，逐个人拢会当去诶吼，欢迎逐个去恁兜吼，会当亲刷传福音，是做好诶一个代志吼。所以咱诶涂骹嘛会当囥足济传福音诶，有人讲啊，传福音足困难，还是讲爱去啥物所在吼，还是一定爱讲啥物话，无一定吼。对无？你爱伫你诶诗篇哦，是咱来看迄个诗篇哦，一句话咱可能应该知影。诗篇讲，厝体若毋是耶和华去做，伊诶人着空空着无。啊，讲圣殿若毋是耶和华固守诶人着空空警醒。意思就是安尼咯。是，原来伊咧涂是安尼哦。骹所写诶字诶意思。是，所以观众朋友看到遮，甲家己饲一个赞对无？咱拢是有钱人，拢是欢迎人来咱兜诶吼，会当用咱诶兜做一个即个起点，传福音诶所在吼，互人会当伫遮做咩啊讲爽快，伫遮开讲，伫遮认捌上帝。而且认捌上帝较重要。是，而且未认捌上帝，阮诶上帝是做有钱诶哦，做丰富诶哦，毋免烦恼诶哦。虽然袂当讲保证你啥物啥物吼世间诶，但是是有永远诶生命吼。欢迎你到附近诶教会来认捌阮诶上帝。来后礼拜个同一个时间继续听老师来讲故。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2:10。今仔日就多谢咱诶观众朋友吼，美笑吼，诚久无看诶吼，多谢恁来捧场，多谢老师，咱后礼拜再会。再会。